大家好，歡迎收睇《天耀伴你行》，我係主持人阿峰。今期咧又嚟到我哋100萬嘅呢一個系列啦。嚟到我哋又係坦洲4大天王嘅其中之一，我哋嘅錦繡國際花城啦。花城呢一個項目咧，亦都係發展十分之悠久，而且咧非常之成熟嘅一個社區啦。今期嘅呢一個100萬嘅系列咧，就係屬於我哋嘅特價單位，就係我哋右手邊嘅呢一座8座以及我哋嘅10座啦。total 嘅總價咧80萬、82萬、80萬至82萬嘅呢一個區間咧，大家亦都可以上車呢一種單位啦。89平方嘅3房單位，幾乎咧可以話做到拎包入住嘅一個狀態啊！首期咧亦都係3至5萬蚊可以做到低首期、低門檻，大家亦都可以上車呢一啲咁樣嘅產品啦。而且咧我哋嘅花城咧近期又推出咗我哋嘅新一期嘅呢一啲產品啦，5期2區嘅產品就屬於我後方正前方嘅呢2座啦。呢一期咧就分為2 part， 第一 part 咧就係我哋嘅呢一個100萬系列，第二 part 咧就屬於我哋大家想提高翻我哋嘅質素嘅呢一啲產品，譬如話我哋110平方嘅呢一種4房單位，成個小區咧嘅環境咧亦都係十分之舒服嘅，有翻我哋嘅艇仔，間唔中去同埋我哋嘅呢一啲隔籬鄰舍啊出嚟遊下艇仔，亦都係十分之舒服嘅，時不時咧亦都有我哋嘅業主朋友咧喺呢度釣魚嘅，成個小區咧嘅市區配套咧，亦都係十分之齊全啦。嗰邊咧一條美食街，基本上咧每日食唔同樣嘅嘢，可以食足1個月，全部都唔重樣。樓下咧仲有我哋嘅港澳直通巴，可以直接翻到我哋嘅香港太子荃灣嘅。OK， 我哋事不宜遲，嗱聲上去睇下。OK， 就係呢一間示範單位啦。89平方嘅呢一個3房單位咧，我相信大家一定咧非常之熟悉噶，熟悉得唔想再熟悉噶。今次佢嘅呢一啲特別嘅優惠咧，就係82萬一間 ，total 總價82萬一間，而且咧可以做到3到5萬蚊嘅一個首期咧，大家亦都可以上車噶。而且呢一個示範呢一個單位咧，可以話直接拎包入住。點解咧？睇翻我哋個左手邊，有翻我哋全屋嘅家電大禮包啊，家具、燈具以及我哋嘅呢個家電咧，基本上差唔多20幾樣嘢，全部都係贈送俾到大家嘅。OK 啦，咁入嚟咧就熟悉翻我哋嘅呢一個戶型啦。基本上大家通過鏡頭啦，見到望住送嘅嘢咧，全部都係送。我肯定唔送噶啦。OK， 回顧翻我哋嘅一個傳統樹廳戶型啦。3房嘅單位，客廳個開間咧，亦都可以做到3米半嘅一個狀態啊。我哋嘅電視櫃、呢個茶几啦、梳化啦，以及我哋呢一個立式嘅呢一個冷氣啦，亦都係全為贈送嘅，真係可以只需要拎幾件衫就可以入嚟啦。出翻嚟露台嘅部分咧，露台咧，我哋嘅洗衣機亦都係做好晒嘅。好多朋友嚟到呢一個示範單位就問：哇，示範單位賣唔賣啊？因為咧佢出邊嘅呢一個空間啦，真係好正，有種外國個 feel。好可惜啦，我哋嘅異地樣板間咧係唔賣嘅。OK， 睇翻我哋其他嘅部分先。客廳咧亦都可以容納4到6個人嘅餐台啦。呢張台咧亦都係送嘅。入翻嚟啦，就係我哋廚房嘅部分啦。做咗一個 U 字形嘅設計啦。3件套肯定有噶啦，我哋嘅煮水爐啦、抽油煙機啦，以及我哋嘅消毒碗櫃啦，搭配埋冰箱又係送嘅。基本上啦，滿足晒我哋所有嘅日常生活嘅呢一樣嘢咧，全部都係贈送嘅。而且咧，我哋成個小區可以話咧非常之成熟啦。樓下就有我哋嘅商業街啦。我哋睇翻我哋嘅呢一個套廁空間，基本上咧所見即所得噶啦。隔籬咧就係我哋半贈送嘅一間房，作為我哋嘅陽光布景啦。後期呢個風窗嘅設計咧就交翻俾到大家自己去設計啦。擁有我哋270度嘅採光面。嚟到我哋第2間房啦，又係黐住送嘅，包括埋我哋嘅冷氣、呢個床墊、我哋嘅床頭櫃啦，以及我哋嘅呢一個衫櫃啊，又係全贈送嘅。最細節嘅嘢就係窗簾都送啊，太誇張啦！就睇下我哋嘅主人套房先。主人套房咧，亦都可以睇一下佢個空間嘅，亦都算唔錯嘅一個狀態啦。
咁啊，大概一個3到5萬蚊嘅一個首期啦，就可以上車咁樣嘅一個攤位啊，可以話咧慳時慳力，直接拎包入住，即係拎幾件衫就可以入住啦。咁啊，如果大家對呢一個89平方嘅單位感興趣嘅話，或者需要更大嘅呢一啲單位咧，千祈唔好錯過我哋下一 part 嘅呢個環節，即刻去片。OK， 咁大家如果咧想揀翻一啲上性更高，而且佢嘅得房率更高嘅呢一啲產品咧，就可以選擇翻我哋5期2區嘅呢一啲戶型啦。咁啊，我個人都比較喜歡嘅一個110平方嘅4房單位，亦都可以推薦翻俾到大家。咁啊，一入到嚟右手邊咧，就屬於我哋開發商已經偷面積贈送俾到大家嘅一間房間嚟㗎。咁啊，到時呢間房咧，大家可以作為客房或者係一個士多房去進行一個入戶花園嘅呢一個改造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啊，入門口嘅左手邊啦，一排咧就係屬於我哋鞋櫃以及玄關櫃嘅呢一啲位置啦。咁啊，到時正常交付啦，但係開發商亦都係預留翻嘅呢一個空間啦，俾到大家去使用嘅。左手邊啦，就係我哋呢一個餐廳嘅位置啦。咁啊，可以做容納咗一個4到6人嘅餐台啦，亦都係冇問題嘅。一開始咧，我入到嚟呢一個示範單位咧，我都疑問，我嘅雪櫃位喺邊度咧？咁啊，經過我一番考察之後咧，我發現其實佢呢一個空間咧，到時開發商大概係到呢一度呢一個櫃咧係冇嘅。咁啊，我哋喺出邊擺翻一個雙開門嘅雪櫃啦，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啊，隔離咧就係我哋嘅廚房部分啦。咁啊，廚房咧佢就做咗一個改造，到時正常交付咧，佢係一個獨立嘅緊廚嚟嘅。咁啊，佢就改造成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啦。咁啊，有咩好處咧？我哋係打咗呢一間廚房之後咧，去形成一個 LDKG 一體化嘅一種設計啦，將我哋成個廳堂嘅呢一種感官啦，完全打開晒。咁啊，我哋關起身咧，亦都去形成一個獨立嘅緊廚啊。咁啊，到時大家做翻一啲油煙味比較重嘅呢一啲菜品咧，亦都係可以關起身，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啊，三件套啦，有翻我哋嘅抽油煙機啦、煮食爐啦，以及我哋嘅重點洗碗機，亦都係屬於我哋嘅交流標準嚟嘅。咁啊，呢一間示範單位佢嘅改動咧就比較之大。咁啊，呢度咧就其實係屬於我哋第2間房嘅一個設計啦。咁啊，到時正常交付咧，亦都係有翻我哋嘅玻璃趟門啦，係呢一個位置嚟嘅。咁啊，如果係唔需要咁多房嘅情況之下啦，我哋就可以博取咗呢一間房啦，令到我哋成個呢一個廳堂嘅呢一種感官啦，亦都係可以得到大大嘅提升嘅。咁啊，我哋露台嘅部分啦，亦都有2/3嘅呢一啲空間啦，全部都係我哋嘅贈送面積嚟嘅。所以話呢5期2區嘅呢一啲產品啦，佢嘅實用性可以達到130%嘅非常之誇張嘅呢一種程度啦。咁啊，睇完動區之後咧，嚟睇翻我哋嘅休息區啦。咁啊，左手邊咧就係屬於我哋衞生間嘅部分啦。如果係長期睇翻封啲片嘅朋友都知道啦，我好中意入衞生間嘅，導致咧我筍哥我哋嘅攝影師啊都話：阿峰話你唔好再入衞生間啦。咁啊，呢個衞生間我真係一定要入嚟一下。哇！呢個衞生間咁唔夠大，可以企埋4個我啊，真係太誇張啦。跟住咧，我哋嘅馬桶啦、洗手盆啦，以及我哋嘅2線大鏡櫃啊，全部都係做好晒俾到我哋嘅觀眾朋友嘅。咁啊，呢度啦就係屬於我哋第3間房啦。咁啊，呢間房嘅空間咧就細翻少少啦，可以作為我哋嘅兒童房去使用啦。包括埋我哋嘅中央冷氣啊，亦都以及我哋嘅呢一種木紋磚咧，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以及咧呢一間房嘅採光咧，亦都係唔算遜色。而且咧，我哋新規嘅呢一種產品啦，佢嘅呢一個飄台位置咧，亦都係十分之薄身嘅。咁啊，大概又只有1個巴掌嘅呢一種闊度嘅呢一種飄台位啦。咁啊，呢間主人房啊，有2大驚喜。第一個驚喜就係我哋270度嘅呢一個採光面。哇！呢一個採光面，如果大家係長期關注我哋大灣區嘅呢一啲樓盤啦，無論係珠海或者係中山亦都好啦，呢個270度嘅轉角位唔係只有十字門，以及我哋嘅呢一個市區位置先有咁樣嘅產品啦。跟住咧，我哋坦洲咧亦都擁有咁樣嘅呢一種270度嘅採光面啦。而且咧，到時正常交付咧，開發商將我哋嘅呢一個飄台咧，亦都係剝一半交付俾到大家去使用嘅。咁啊，呢間房嘅第2個亮點啦，就係我左手邊嘅呢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啊！哇，呢一個衣帽間110平方喎，因為咁樣嘅衣帽間，邊個太太見到唔心喐噶？我哋男士咪唔使咁多衫噶，呢邊1、2、3夠晒擺啦，左邊1、2、3、4、5、6、7個衫櫃，哇，多衫都夠晒擺。但係咧呢一個空間咧，到時正常交付咧，其實係屬於我哋
主人房延伸出嚟嘅一個陽台位置，咁到時情人交付就大概係咁樣嘅。咁風窗嘅設計咧，到時就要交翻自己去進行一個設計啦。咁亦都可以睇翻我哋主人房嘅一個廁所空間。咁整體嚟講咧，從啱先嘅交流標準啦，大差不差。呢個企高位置真係太大啦！我哋今期嘅呢一個110平方嘅產品啦，大概嘅均價咧係12,500蚊嘅一個均價咧，大家亦都可以上車啦。無論咧你想要低首期上車，我哋89平方嘅呢一個戶型咧，或是咧想要高品質、高實用嘅呢一個5期2區嘅產品咧，都可以任大家去選擇嘅。咁樣嘅話，歡迎聯繫阿峰右上角嘅聯絡方式，問我攞更多嘅資料，或者咧我直接帶大家嚟實地考察下。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